我弟弟自殺咗，關注你咁耐都救唔返佢。睇到呢條評論，我好痛心。我發現身患抑鬱症嘅人遠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好多人因為對疾病嘅唔了解，認為患上抑鬱症係一件好丟面嘅事，唔敢去醫院，最終錯過咗最佳嘅治療時期。又或者因為家人對疾病嘅唔了解，俾患者作出一啲錯誤嘅安慰，加上錯誤嘅治療方式，令到疾病反覆發作。最終導致病情加重。我之前講咗好多次，抑鬱症佢唔係簡單嘅心理問題。睇我嘅視頻可能會對恢復有一定嘅幫助，但唔係全部。我哋要遵醫囑治療，要將視頻入邊講到嘅方法付諸於行動。但係呢啲仲唔夠，患者更需要嘅係家人嘅關愛、理解、支持同埋陪伴。佢哋雖然外表睇起身一切正常，內心佢喺度經歷緊常人難以忍受嘅痛苦。我哋可以好肯定咁講，佢哋唔係詐嘅，佢哋嘅病痛係真實存在嘅。因為怕俾誤解，佢哋唔敢講出自己真實嘅感受，擔心俾貼上詐病嘅標籤。於是敏感嘅佢哋經常壓抑自己嘅情緒，呢個係導致病情加重嘅重要原因之一。我哋嘅家屬應該多啲了解啲疾病嘅常識，去切身體會患者嘅痛苦，鼓勵患者去發洩情緒。對病情較重嘅患者，家屬應該及時觀察患者嘅言行、情緒同埋行為，及時去判斷佢哋係咪有自殺同埋自殘嘅傾向，然後及時咁預防同埋干預。我科普嘅初衷係用自己微小嘅力量去幫助到每一個深陷抑鬱泥潭嘅患者同埋家庭。雖然過程中冇咁多完美同埋順利，但我會堅持去克服落去。抑鬱嘅人要對自己有信心，大多數嘅人都可以康復。點解你唔可以呢？由今日開始，俾自己設定一啲簡單嘅目標，從最簡單嘅事情開始做起，根據自己嘅狀態及時去調整，相信你一定會好起身。